各位平安，我係律敦治嘅院牧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心靈需要與關懷之饒恕接納。院牧收到一個基督徒女士嘅轉介，就去探望佢患病嘅弟弟。佢弟弟剛衰竭，到咗末期。轉介者表明家人都唔再去探望病人，因為佢係一位長期嘅吸毒者。過往佢帶俾家人好多壓力同埋傷痛，家人都先後放棄關心佢。當院牧接觸病人嘅時候，佢都明白自己一生做咗好多嘅錯事，特別係吸毒，造成家人同埋社會極大嘅傷害。佢亦都知道自己嘅人生已經走到盡頭，冇機會改過，重新做返一個好人。所以佢唔希望家人會原諒佢，只想平平靜靜咁度過人生最後嘅時刻。院牧話俾佢聽，創造生命嘅主係佢嘅神，耶穌好願意接納同埋原諒佢一生所犯嘅過錯。感謝主，佢誠心接受耶穌嘅赦罪同埋救恩，平靜咁等待主差遣使者接佢返天家。院牧勸佢，如果有機會，就好好咁向家人真誠嘅道歉。都將佢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嘅消息，話俾佢另一位信主嘅妹妹知道。於是妹妹好想面對面咁了解病人係咪真心悔過，相信耶穌。於是佢妹妹嚟到醫院探望病人。當病人見到妹妹，就非常誠懇咁求佢原諒。過咗冇幾耐，佢嘅媽咪同埋家姐都嚟到醫院見佢最後嘅一面。佢再次向家人表達內心嘅愧疚，亦都要求家姐同埋媽咪原諒佢。佢主動話俾媽咪知，佢決心唔再吸毒，亦都請媽咪將佢收埋喺屋企嘅毒品抌晒。媽咪聽到開心到淚流滿面。病人得到上帝嘅愛同埋家人嘅接納，因此關係得到復和，佢嘅心靈都得以釋懷。只有饒恕原諒，先能夠療癒漫長嘅傷痛。亦都係因為咁，可以令到破裂嘅關係可以復和。我哋都必須得到上帝嘅饒恕，先至可以回歸永恆。歡迎大家透過 QR Code 瀏覽律敦治醫院院牧事工嘅網頁。多謝大家收聽。